金光明經觸類品第19。爾時釋迦牟尼佛從三會起，現大神力，以右手摩諸菩薩摩訶薩頂，與諸天王及諸龍王、28部散之鬼神大將軍等，而作是言：我於無量百千萬億恆河沙劫，修集是金光明微妙經典，汝等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，復於閻浮提內無令斷絕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未來世中有受持讀誦此經典者，汝等諸天上當擁護。當知是人於未來世無量百千人天之中，常受快樂，於未來世值遇諸佛，則得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爾時諸大菩薩及天龍王、28部散之大將等，即從座起，到於佛前，五體投地，俱發聲言：如世尊敕，當具奉行。如是三白，如世尊敕，當具奉行。於是散之大將等，而白佛言：如世尊敕，若未來世中有受持是經，若自書，若使人書，我等與此28部諸鬼神等，常當隨事擁護，隱蔽其身。是說法者，皆悉消滅諸惡，令得安穩，願不有慮。爾時釋迦牟尼佛現大神力，十方無量世界悉皆六種震動。是時諸佛皆大歡喜，觸類是經故，讚美持法者，現無量神力。於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摩訶薩、大眾及順相菩薩、金光、金藏、常悲、法相等，及四天大王、10千天子，與道場菩提樹神、堅牢地神及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等，聞佛所說，皆發無上菩提之道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金光明經卷第4，讚濟如離苦，感報歸成，捨身自苦淨天真，塔擁示前因，妙行領神，萬古作通津。南無光明會上佛菩薩，南無光明會上佛菩薩，南無光明會上佛菩薩。